我18岁以后就没有回家过过年，就我很讨厌那种过节过年这种热闹一家人团聚，因为我在家从来没有感受过我有一个家。就是我知道我一见面就会跟我奶奶吵架，那你可以去找你妈。我已经通过舅妈跟她联系了，让她把我的东西寄给我，没有消息的。还有一个你知道吧？可能他觉得你是个累赘。他就是觉得我是个累赘，他怕他每次我给他冬天打电话就知道我问他要不要钱要出钱，他还有一个对我在外面影响不好，你这些。我只想出来赚钱，我不想给你们添负担。只是我没想到我得了病以后，我每年还要催我要钱。犯病的时候我就是想花钱，我每次他一两个礼我就哭，我怕他白骂人说我被骂人，你知道吗？我每次发病，我总是想提起我那些我难受的那些事情，我希望告诉他们我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。这都是我们过不去的心结，只有我们忘不掉的东西在我们心里，所以讲出来其实又改变不了什么事实。我又不能穿越时空去拯救小时候的我。